大家好，又係張文彩陪大家睇天氣。我哋先睇下實時嘅衛星雲圖。嗱，見到華南啦，天朗氣清，今日能見度仲好好啊，見到藍天白雲添。嗱，大家應該都感受到今日天氣有幾熱啦。各區嘅普遍氣温錄到有32度以上。嗱，而喺呢一幅嘅各區高温圖就見到啊，上水、黃大仙同埋九龍城啦，最高仲升到上去34度。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。點解會咁熱啦？睇下呢一幅嘅等壓線圖就明白晒啦。副熱帶高壓脊咧係正為中國嘅東南部帶嚟晴朗同酷熱嘅天氣。天文台錄到今日嘅氣温係介乎27.8至到32.9度，而6點鐘氣温呢就係30.3度，相對濕度74%。又到天氣先生出場嘅時候啦。嗱，見到呢一幅紅當當嘅温度預測圖，就知道天氣又會繼續熱啦。香港係橙紅色，咁代表住咧氣温會升到上去30度以上。而深紅色呢一度啦，即係華東一帶，更加咧會有近40度嘅高温。另外，天文台就預測聽日仍然會見到大大個太陽，最高氣温咧有33度。而未來幾日係大致天晴同酷熱，最高氣温咧亦都升到上去32、3度㗎。而預測空氣污染水平就係輕微至偏高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2，強度屬於極高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澳門天晴，廣州、廈門同上海多雲，而台北有驟雨。嗱，見到一大片藍色會喐㗎，即係話北京嚟緊會落雨啦。而首爾、東京係多雲。曼谷、吉隆坡同新加坡有雷暴，馬尼拉、胡志明市同雅加達係有雨。布里斯班同悉尼係有驟雨，而墨爾本係有雨。而奧克蘭就天晴，多倫多天晴，紐約係明朗。溫哥華、三藩市同洛杉磯都係明朗。最後去到歐洲，亞姆斯特丹、倫敦、巴黎同蘇黎世係有驟雨，而法蘭克福係多雲。各位，今日天氣先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